曹邊村立村於宋代，係中山保存較為完好嘅古村落，亦都具有深厚嘅僑文化底蘊。海外鄉親逾3000名，現存登記在冊嘅僑房僑捐建築近200座。眼前呢一座老僑房已經有100餘年歷史，佢見證過衣錦還鄉嘅榮耀，亦都受過風雨侵蝕嘅孤寂。2024年，一班年輕人嚟到呢度，幫佢注入咗新嘅靈魂。其實我最引以為榮咧係呢張台嘅，因為佢本身係呢間屋最開始出邊嘅一棟木大門嚟嘅。咁但係因為有另外一邊咧就已經完全俾啲蟲蛀到爛晒啦，所以呢一邊係補咗嚿木上去，咁就利用翻原嚟呢間屋嘅老物件，我哋就做翻張大嘅台，啱啱好呢度可以做一個活動空間咁。呢啲話就全部冇晒，其實基本上我哋再諗翻重新構思，佢可能會係啲乜嘢樹啊、花，有蝦有蟹。佢哋呢度有物產豐富啦，將我哋日常嘅一啲食物啊，或者係啲花草啊，啲寓意好嘅嘢咧，就放喺佢哋屋入邊嘅呢個花紋。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啲顏色，我哋係做到修舊如舊。就係你唔會覺得佢好搶眼又好新咁樣，就展示當時南豐窗個年代咧，我哋僑房華僑家庭佢有港澳鄉親啊嘅親戚啊，可以買到一啲進口嘅產品啊翻嚟，我就好中意嗰啲舊物嘅嗰種感覺嘅，咁好中意歷史啊文化等等。改造後嘅僑房唔單止係一個展覽空間，仲係港澳台僑青年創新創業工作坊，為青年提供創業指導同資源對接服務。目前已經有1間中式糖水鋪入駐。當時我哋點解會叫呢個名呢？即係設計呢個名幸福窗台呢？因為我哋中山杏仁餅比較出名啊嘛，同時咧係用咗幸福呢個諧音，我就希望透過呢扇窗，成為一個載體，令到年輕一輩去睇多啲。我們是貴州的，然後也是第一次來這種地方，感覺很愜意，特別舒服。都係一個3A 級嘅景區咁咯，咁又唔使收門票，所以好多人係樂意過嚟嘅。同埋深中通道開咗咧，對呢度嘅發展係非常之好嘅。到而家成條即係食街嗰度係滿晒。近年嚟，曹邊村捉緊廣東省8千萬工程嘅歷史機遇，將僑房保護活化同鄉村農民女發展深度融合。越嚟越多嘅灣區青年亦都被曹邊村嘅寧靜同潛力所吸引，嚟到呢度創業。新中國建國以嚟，我哋無數嘅港澳台僑嘅鄉親翻到嚟家鄉建設中山嘅高質量發展嘅。我哋希望可以一代一代咁傳落去咧。越嚟越多嘅青年嚟到中山，參與中山嘅高質量發展。